像当时的鸟只，飞袂行，敢讲是阮的命？故乡的山，永远拢徛你遐，阮的心才只有讲予山来听。来到故乡的海岸，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。当初离开是为啥？你若问阮，阮心肝着疼。你若要有好时段，不免等雨夜。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，上好命。不通等成功要来这阿母大，阿母啊已经无你遐。哭出声，无人晓命。发生正事啦，赵信啊，稍等下啦。赵信啊，你拄则讲迄话是什么意思啦？我谁哪爱烦恼咧？你当然嘛爱烦恼啊！这三宝花爆着三个新妇的原因哦，只有你知影，你爱负责，你当然嘛爱烦恼啊！这安尼来对啦。三宝花伫咧土地公庙爆着三个新妇，毋是伫我大新庙播，我谁来负责咧？你毋捌听人讲过，一声唔知百声无代，这件代志土地公伊唔知影，伊唔免负责，你知影，你当然嘛爱负责啊！安尼我们哪算会好啦？袂好算你歹运啊！好地进行吼，咱唔知是好了了，做洋人靠快活，那行啦！安尼袂用的啦！这件代志哦，我不爱负责任。这种原因啦，我跟你讲。莫讲啊，莫讲，你莫讲啊！你点去啦！我一定爱讲，三婆用的手杯是假的。啊？手杯也有假？是啊，是我迄天哦，亲目睭看到的。三婆家己炸一副手杯哦，去你的庙播，迄手杯内面有关联啦。每杯播了，拢嘛是手杯。真实的哦！当然嘛是真实的哦！啊，这查某实在伤够奸诈。好地进行啊！那是安尼讲起来，这三宝花伊早就知影讲，蔡进宝伊老阿母会招伊去土地公庙跋杯，所以伊早就事先准备说假新杯啊。那安尼讲起来哦，要偷换囡仔这个代志啊，三宝花早就已经有计划啊。这秘密我已经跟你讲啊，以后这件代志哦，袂搁叫我负责的哦。讲安这破教实在是有够戆，这件代志哦根本你就免负责啊。无拄则造成咱讲这件代志，我爱搁负责。我若无安尼甲你怪，你敢有可能讲出来？啊！你一老一笑，拢咧甲我冲空，有够恶的，有够恶的啦！你要甲我气死！啊，好啊啦，破教啊，莫搁生气啊啦。总讲一句哦，我也感谢你甲阮讲出这个秘密啦吼。哼，我才无嫌你说大声。你甲看，继续转上去又搁酸啊！莫管你啦，即摆上重要，咱要赶紧来调查这囡仔下落较要紧。老实甲我讲，钱诶！阿爹，什么钱啊？你去加到我地青，我拢总算过3遍啊！你管的少，拢总减3800两银，钱若毋是你暗藏去的，也若无伊家己生息飞去是无？我无啦，你去加到我钱。哦，我想着啊，莫怪我顶届破病的时阵，你希望我较早死的。原来你是惊我病好了后，查出你暗藏我的钱。阿爹，我免阁讲啊！我甲你两个警告，我限你3天，甲所有的钱甲我吐出来。也若无，我就各对包袋面遐去，互你关到头毛生啥无？豌豆，你真是不甲钱喊到阿爹哦！我看阿爹一定袂放咱煞呢。啊是要哪行啦？遐钱哦，除了进前车人超度开去以外，阁有要100两黄金互三宝花啊咧。安尼7度8扣哦，根本就剩无100两啦。就主讲哦，咱将迄所有剩的钱哦，还阿爹啦，差遐尼济呢，阿爹根本袂放咱煞啦。规矩哦，来一个死唔承认啦，看有咱的法度无？哎呦，啊，唔承认敢会用个心？你想看卖啊？迄男人阿爹，若真正去怪我过来，安尼咱是要安怎啦？这阿爹吼，实真正够无情的。
这就真正有够衰啊！剩一滴仔酒尔，也甲我弄倒。好地进行啦，好地进行啦。啊，你查了安怎？城内城外咧找透透，除了带价甲钱价以外，拢找无着打出事红个啊！啊，安那安尼啦？赵神啊，你去调查这三部火仔的代志，调查了结果是安怎？三部火因规间厝我拢敲透透，嘛是找无，根本就无看到因囡仔会遐食。找无囡仔会晓食。要若安尼就惨啊咧！好地进行啦。我伫三部火仔因兜迄灶坑内吼，发现讲哦，有100万两的金仔伫遐呢。一个做三部敢有才调欠遐尼济金啊？我问你，你这三部是毋是做好赚的？啊，你即摆还顾咧心情，通去烦恼迄三部咧好趁唔好趁，家己的代志顾好较要紧啊！哦，赵神啊，你拄则讲啥物咧？三部火因厝的迄个灶坑内面有100万两的金啊？是啊。啊，做三部敢有遐尼啊好趁？啊，你拄则毋是讲？哎呦，你即摆还阁有心情烦恼讲我这三部好趁的是哎，即摆还是烦恼家己的代志较要紧。是因啊，你即阵还要时阵啊，还搁掠我小客。迄是头拄你家己讲的。我无爱当面甲你伫咧搭喙鼓啦，办正事较要紧。我问你，你讲啊，迄个三部火仔的金啊，你当时发现2个月前哦，我伫三部火因兜的灶坑内出入日的时阵哦，发现讲哦，伊有藏10几两的金仔伫遐呢。也毋过哦，我咧找囡仔的时阵哦，才发现讲遐变100万两的金仔伫遐。这吼一定是最近哦才加出来。无，敢毋是甲蔡进步迄个囡仔有偷换去有关系啊？阿母啊，猪甲拖头吼，滚落来，紧来食啦。食袂落啦。食袂落，你嘛爱食。人咧讲吼，猪甲滚拖头，年水讲讲老，你嘛食淡薄啊。咱囝毋照年水头好食。来，紧食。我会惊啊！阿母诶，莫哭啦。有人伫咧无？紧食啦，哈。是你啊？安怎？我收你了，唔甘愿，要我笑相拍？来啊！毋是啊，毋是啊，毋是啦，我毋是啦，要招你冤家相拍，阮是哦要来甲你斗相共的。我甲你收你，你讲要甲我斗相共，你即摆当我是三岁囡仔，好好骗了。你这样真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，哈！好心叫雷精啦，今日莫睬你啦。无啦，黄紧啦，迄囡仔胖劲哦，心情比较较郁卒啦，黄紧。恁两阿某吼，也毋免遐尔啊烦恼啦。要阮两人哦，今仔来吼，也是专工哦，要来指点你的明路啦。啊，无得较吼，恁囝找倒转来，这应该是无啥物问题啦。三部会啊，蔡进步因翁仔某控告你偷换囡仔，你苦你罪。哎呦，大人啊，冤枉啦！伊生吼本底就是查某，我哪有甲偷换囡仔啦？也毋过，因讲因本来生的是查甫的，是你后来借口要去甲孙栽大，才会偷换变做是查某。哎呦，大人啊，冤枉啦！我吼是好意呢，专工去因兜吼，甲伊的囡仔孙看大财转了有好势无？哎呦，伊说阮将收破人哈，反倒转来诬赖讲我甲偷换囡仔，大人啊，你着替我做主啦！蔡进步，你敢有啥物证据通证明恁某所生的囡仔确实是查甫的？大人啊，阮某生吼明明是查甫，那就是要证据证明啦。哎呦，啊你安尼无证无据哈，啊空嘴报纸凊彩讲啦，啊就要诬赖我哦！大人啊，你着替我做主啦！蔡进步，你若是有证据，单凭你一面之词，你叫本官是要安怎替你做主？哈，有证据啦！又搁是你，你讲你有证据，你有啥物证据？包大人啊，是安尼啦。我发现三部火因兜的灶坑内哦，有藏100万两的金仔伫遐啦，一定是哦偷换囡仔得到这个不义之财啦。我灶坑内底藏金仔，你也知哦？大人啊，这个一定是咧做贼的，我的金仔伊甲我偷摕去，大人啊，你着爱替我做主啦！你莫黑白诬赖人哦，你遐个金仔搁藏伫你的灶坑内好好，我才有甲你偷摕啊。好啊，三部会啊，我问你，现在伊所讲的话是毋是事实？
有事实啦，我灶空内底吼确实是有藏金仔啦，也毋过吼，迄是我这几年哦，安尼勤勤俭俭，有轮啊欠欠落来塞徛呢，迄毋是偷换囡仔的钱啦。啥嘿啊？你搁讲毋是啊？凭你一个三宝，哪有可能伫短短2个月时间欠100万两的金仔？大人对无？这无少年的，等借问咧，你甲三宝花啊是啥物关系啊？吼，那我甲伊非亲非故啊。既然你甲伊非亲非故，是安怎你会知影因兜的灶空内有藏金仔，而且还搁知影是2个月来藏的啊？我就住伫因兜灶空内啦。你讲你住伫因兜的灶空内，无你是咧乌白讲啥？我讲的是真实的，哪有袂讲啊？原来灶空内是要搁带人。本官正经你问你，你就要正经回答本官。哎，我嘛做正经咧回答，因为你的水准无够，所以你无法度了解这其中的玄机啊！啊？你讲本官的水准无够，对啊，因为你的水准无够，所以我无法度甲你解释真济啊！我看是我教训你的水准无够。来啊！在将这个小囝，给我拖落去拍40个大板。是啊，你等下，嘿，啥个啊？你又要拍我？哦，你这个包金头，你是来做超过的，这个歹人你无处罚，你全工你要找我的麻烦是？啊，好啦，无要紧啦，我即摆好人教训一下，啊，若无你唔知我会来定啦。提啦。好啊！啊，你也卡在本官面头前假鬼假怪啊哈！来啊！来，啊，拖来拍80个大板，这一关。啊，无啦，我来跳舞，啦！你莫误会啊，可怜啊，搁跳舞，要逐个看我啦，可怜。实在是够好啊！哎呀，喂啊！哎呦，打是安怎啦？当安尼叫爸叫母，是要笑死人啦！你搁笑会出来？伊啊，你用拍我爽啊，我是啊笑袂出来。我叫人讲80个大板，你搁伫边仔咧话爽啊？哎呦，讲80个还阁算俗啦。迄若我做包枕头哦，我就甲你讲500个大板。啊，500个！哎，我是真死人打我领导金刀翁啊，遐尔够你玩了。哼，我看哦，是娶进步的人啊无，真死人哦，拢破领导的金刀翁啊啦。所以这世人啊，你才会来破坏伊找囝的机会啦。讲啥？我破坏因找囝的机会？哎，啊是安怎讲啊？安怎讲？哼，你哦，要家己斟酌想看觅咧啦。这三宝会遐金啊，就是咱为证明讲伊偷换囝的证据呢。当即嘛啦，无代无志，你就拢成功讲出来啦。啊，才互伊来解释哦，讲遐金啊，是伊10几年来欠下的塞车钱啦。当即嘛，你也无法度通去证明哦，讲伊是偷换囝来不义之财。对吼，我就应该答应讲，伊无遐尼济钱，再问伊讲这个钱是为对来，安尼伊都无话通讲啊。到今你即马才知影，啊，当即马啥物啊证据都拢总无啦，也无啥物办法啦。看你要安怎替纸进步的人仔某吼去找因后生倒倒的。好着之前啊，咱即摆是安怎？要安怎？即马唯一的办法啦，就爱吼赶紧来找看因后生伫咧倒位啊！伊啊若无吼死去啦，无救啊啦！哼，讲个什么话啊？咱生查甫都爱证据证明啊！啊，三宝花啊，藏遐济金仔就免证明啊！这有什么区别啦？哼，讲什么赛包公？我看吼，本本是赛包公、臭包公啦！哎呦，你嘛较细声诶，若互听着，等下甲迄个做好人迄个少年仔共款，互拍甲尻川飞飞。讲着迄个做好人的吼，伊迄个热心要甲咱斗3工啊，咱搁害伊安尼吼，去互包大人讲尻川，咱啊对真歹势。真无啊？伊迄少年仔敢是住咧土地公庙？我看伊拄则吼包大人拍甲足严重诶，无你去甲看者好啊啦。先生吼，甲说一下多谢，吼，好无？好。哎呦，馆长你是好话袂啦，较紧诶啦，我惊甲要死啦！来啊！紧啦！搞唔正咧，吹下啦！今日你甲看，这沓银票哦，
有够咱一世人食青面烦恼啊啦！起来扛，咱起来去走。你哪疼嘞？啊，咱家己来走。你去袂记来哟？你囡仔不是咱生的啊？啊，你是老来要创啥？快起来啦！对吼，这毋是咱生啊，阿爸咱要收拾来买，惊还无俗。对啦，快紧来，啰嗦啊！阿爹，关董啊，呀你要去倒位啊？无啊，无啊，呀你后壁迄是啥物物件？哪有啊？无啦，你看。哎呦，我已经票，哎呦，哎呀，我已经票赢了，我懂了，我已经票赢了，掉车了，我你别动，我来，来看，你掉了，好地之神啊！哎呦，好地之神啊！哎，那是安怎啦？大声细声，什么代志啦？大代志大条啊啦！迄个700万哦，我要顾因囝，紧，咱赶紧来看老姐。哎，赵神啊，你唔安尼赶紧想办法，替蔡金宝去找因后生，还搁心情人去看老咧。这边的老姐头真趣味啦，若无去看，无彩啦，行。无咯，哎，行啦，哎呀，紧赵神啊！大胆一冤大，你竟然敢偷摕恁阿爹的钱，你开刀无罪。大人啊，伊唔定用偷的呢，也可用抢的。若唔是我咧大细声话掠惨，去互进宝啊听到，你来甲我斗3工，将伊掠起来，我规个家伙早就去互抢了去。亲像这种囝吼，有哪无的，一定要将伊严办啊！钱冤大，你是钱家的孤囝，钱家以后的财产全部拢是你的，为什么你也要搁做贼呢？啊？包大人啊，请你一定要原谅我，我嘛是不得已的。做贼哪有啥物不得已的？啊，我着进前偷用厝内3800两银，啊，阮阿爹逼我着要交出来。伊讲若无哦，要报官甲阮滚起来啦。啊，阮实在是哦，无当交这钱出来，毋则想讲偷摕厝内一寡钱，偷好交阮某远走高飞。哎呀，你哪会遮戆啦？恁阿爹是你吓囝哩，伊哪有可能报官关家己的亲生囝啊？当然有可能哦。我做伙囝遐尼久啊，我上了解伊的个性啦。假使哦，阮若真正无甲钱交出来，伊是绝对会安尼做的。你若知就好。包大人啊，请你替我做主，我今仔日开始，要甲伊断绝爸囝的关系。亲冤妹啊，恁是亲妹的囝，也无啥物亲手大婚，敢有需要偌遮大？包大人啊，代志到这个地步，无跋大是袂用钱啊。阮这个不老囝，生是咒诅我较早死的，今嘛搁抢我的财产，我若留因两个翁仔某带厝，早晚我这条老命会去人收去啊！脱你就脱你啦，我无咧稀罕咯，有你这款的老爸啦。无稀罕上好。今仔日你两个就甲我离开钱家，要出去的钱，钱家的财产摕出来分分的。啥物啊？你要甲我分财产？哎呦，你大家甲我听看卖，这号不老囝竟然敢要甲我分财产啊！我敢无应该分了。自5月开始，我就对你遐家路咧卖面汤药啊。这几十年来，钱家的财产我嘛斗趁有对的啦。你斗趁有对，做一个事势，甲厝的斗做一寡工课，有啥物唔对？你哪会无爱讲？我饲你遮尔啊大汉啊，你照过我偌济米，穿破过我偌济衫，欠我偌济饭顿钱哈？你甲我送饭顿钱，好啊！但这几十年来，我所斗趁的钱，你靠着饭顿钱，出来算出来还我。叫我还你钱，恁爸一世5年都别还你啦！你不爱互我嘛，不要紧啦。我他妈就经验等你死，看你有才调将我财产哦，拢炸出棺材来无？咦，好，你是讲等我死，我就无法度啊！包大人啊，你替我做主，我若死了，
我所有的财产拢是我金孙的，也若钱满堂啊，全部无权利继承我的财产。钱元贵，你敢不爱搁考虑一下？你决意要安尼生罪行？无唔对，我已经决定啊。好，安尼本官就替你写证明做主。唉，你亲爸仔囝，竟然为着钱哦，闹到袂输冤仇人共款，够悲哀啦。你有听人讲，钱有情，人人爱；人无情，互钱来。唉，世间哦，也是钱伫咧做人啦。钱元贵，你将迄个囡仔拖来当骹无手印。哎呦，这啥拢去了了，你嘛是厉害。好来，握你的手。钱元贵，本官出这份证明给你，以后等你100岁年老了后，你所有的财产，拢是由这个囡仔来继承，其他的人是拢无权利哦。我知啦，也这份证明吼，你着替我保管，等候100年了后啊，你着替我做主意啦吼。会用的，钱元贵，本官最后搁甲你声明一下，你以后是绝对袂用的后悔哦。好，我绝对袂后悔。钱元贵啊，这个钱婉堂哦是你的姑囝，啊，这个囡仔嘛是这个钱婉堂的后生啊，啊，你将所有财产拢过互伊，啊，这甲过互恁后生意思毋是共款？共款都无共师傅啊，我早就算好啊。包大人啊，请你搁再替我做主。我不但要甲钱婉堂断绝爸囝的关系，而且我这个干仔孙啊，也要甲因两个断绝爸仔囝甲母仔囝的关系。啊，钱元贵啊，你要产你后生脱离爸仔囝关系，这是无搭紧哦。啊，即摆你要产恁孙，嘛要叫甲伊老爸老母脱离爸仔囝关系哦。你讲安尼是对还毋对啊？有啥物唔对？我早就拍算好势，我这个干仔孙，我家己要甲饲养，甲饲养甲大汉了来友孝我。以后带一个友孝的孙媳妇，也若安尼，因两个翁仔某就生一寡干仔孙互我抱啊。阮全家的香烟啊，就安尼世传世，一直传落去，有啥物唔好？哼，阿爹，自细汉到今啊，我一直拢真钦佩你做生意头脑，想袂到讲你会遮尔高算，连团庄这大代志，你都算甲遮尔咱如意啊！你唔知的代志还阁真济啊！你想要甲恁爸囝，还阁早的啦！你确实比我所想的搁较厉害，也不过你唔袂记一句话，千算万算，唔值你推一位啦。你上届高算，并无代表讲你一定赢，将机会啊，你也赶快做老高困啊！会做老高窟的人唔是我，是你两个翁仔某啊！哼！啊，天下要大乱啊啦！天下即要大乱啊啦！好地之前啊，啊是啥物人甲你讲天下要大乱啊？你家想看觅，这钱百万的教因囝，做老爸无成老爸，做囝无成囝，五伦不分，这就是表示天下要大乱啊啦！那是安尼讲起来，啊凡间的百姓就凄惨啊！到今嘛，你才知影，这拢怪是因这凡间的人哦，自作孽不可为所做出来的恶果。好地之前啊，你敢有啥物办法通化解啊？有啊，除非啊，凡间的风俗改变好，加做一寡善事，积一寡阴德，安尼啊，自然啊，就法度通好来消灾。这讲来讲去，拢爱怪迄个钱婉堂啊，伊吼实在有够不好的。其实哦，这也袂去完全哦怪钱婉堂的啦，钱百万的做代志哦，也实在有较绝啦。啊，但伊生甲迄款后生，无怪讲伊咧转啊。迄话毋是安尼讲，这拢过是一个因果啦。因老爸哦，就伤过刻薄啦，所以因囝今仔才会安尼做。若是安尼讲起来，这个钱婉堂是实在有够可怜啦。啊，伊无阿爹无大囝，即马差后生嘛无安尼。对啦，走是啦。我来听迄个钱百万在讲，讲啥物也要互伊孙仔带一个孙媳妇，也通过来生一寡干仔干孙，通过来传宗接代啊。是啊。啊，这钱百万嘛伫咧三办，啊，伊的孙仔是查某，啊，是要安怎带孙媳妇传宗接代啊？好地正是，是啥物人甲你讲因孙是查某的？这个因孙好对钱多多是查甫的啦。哪安尼？钱多多明明是查某的，是安怎会变查甫的？哎呦，好地正是啦，是啥物人甲你讲钱多多是查某的啦？走是啦。
厉害！迄一天啊，迄个阿基啊甲因两人伫我的门口啊，等遐伫咧吵吵闹闹伫咧冤家，你还佫伫咧问我讲啊，因两个人腹肚内面到底是倒一个生查甫的，倒一个生查某，你还佫会记得？会记啊？你讲过啊？讲阿基会生查甫的，啊，这个金莲会生查某的啊，所以讲对哦。因孙钱多多分明是查某的啊，哪会变查甫的啊？因孙钱多多分明是查某的啊，哪会变查甫的啊？就是安尼讲，所以讲啊，你用头壳哦，摕起来哪用的，拢总无变去。娶嫁生的啊是查甫的，伊就是向头啊变查某的。啊，若钱嫁生的迄是查某，是安怎伊会变查甫的？我知啊，这个问题哦就出伫遮啦。这娶甲生是查甫的啦，就是去互钱甲用查某的头换去。算讲哦，你的头壳戆了，还佫无真焦无怪啊，无怪讲这个钱元同到小尾讲迄句话。讲什么话？伊讲阿爹，你千算万算，哼，毋值你天一话啦。你搁较高算哦，无代表讲你会过。甲小尾啊，也是做老多亏。有影，这个钱百万啊，伊做嘛想袂到讲，伊家己的财产啊，今仔日拢总会就当踹手。哎，等恁是讲对啊，讲毋对哈？你要来找我讨囡仔？是啦，三宝花啊，阮想要甲阮亲生的查某囝讨转来啦。哎，钱少奶奶啊，你莫甲我讲笑好无？当初吼是恁两翁仔某安尼直直甲我拜托讲我着甲恁换囡仔呢。嘿，啊，真讲要换转去就要换转去哦。哪袂用的？规地咯，即摆我得袂着阮老爸的财产啦。迄查甫囡仔对我来讲哦，已经无路用啊啦。我家己查某囝当然要讨倒转来啊。钱少爷，你莫甲我讲笑，人对方吼足无简单才来承认即个事实咯。认为讲家己生吼确实是一个查某的，互啊你真讲要换转去就要换转去哦。代志哪有这么简单啊？我毋管你有简单无简单啦。规地咯，我家己查某囝，我当时要讨倒转来啦。啊，搁有哦，之前阮拜托你换囡仔代志哦，即摆已经取消啊。我哦，互你迄100两黄金，搁阮某互你遐，你全部爱摕用完。互你迄100两黄金，搁阮某互你遐，你全部爱摕用完。哎，钱满堂啊！你是咧胡白讲啥的哈？是谁摕你的金仔，谁甲你偷换囡仔哈？无恁两个即摆是去互恁老爸赶过来，得起下来啊！三宝花啊，你往哪来讲啊？讲什么阮翁仔某起笑？啊，囡仔明明就是你甲阮换掉的啊！啊，我甲恁两个啥讲啊？我跟你讲哦，你真水搞出去哦，啊若无我哦，若无你是安怎？我大家来拍笑的哦，大家来拍笑的哦，笑的啊！我会讲哦，你若像我你安尼，我就无你法度哦。大家哦，气节发来。钱元堂，本官已经判决你甲恁阿爹已经脱离爸仔囝的关系，你搁来关衙要创啥物？好代志呐，我今日毋是为了这代志来，我是要来控告的啦。哼，亲像你这种不孝子，人若莫控告你，就已经真万幸啊！你要控告什么人啊？我是要来控告三宝花啊，偷换我的囝。你要控告三宝花偷换你的囝？钱多多啊，恁阿爹吼，细汉的时阵吼，阿公就是安尼咧甲摇大汉的啦。你以后吼，唔通甲恁阿爹共款，遐尔不好，知影无？哦，乖乖。钱员外，切啊，这尔喊声，有啥物代志哈？包大人叫你带恁孙去官府一撮。安那等哪里啦？嘿，大人啊，阮来啊！蔡前夫，本官问你，你顶一摆是毋是有过三宝花啊，将恁后生换做查某？嘿，是啊是啊。安尼程度啊好。今仔日又有人控告三宝花啊偷换伊囡，
这2件案件，本官今仔日就做一摆审理。多谢包大人，多谢包大人。三宝花啊，钱文同讲因某生的是查某，伊拜托你想办法替伊换一个查甫的倒转来。蔡进宝讲，是你偷换伊的后生变做查某，由此可见，你是将这2家的囡仔对换过来，对也毋对？对了，拢甲我点去！三宝花啊，你还有啥物话通讲？我无偷换因的囡仔啦。你还佫甲我辩解？顶一摆查到恁兜的灶空内有插金啊！你辩解讲迄是你的西客钱。现在钱婉彤已经承认，遐个金啊是伊拜托你偷换囡仔的代志。你还佫唔承认，是毋是本官无同情？你唔肯承认？包大人啊，冤枉哦，冤枉哦！要无钱冤过啊？你是咧甲人冤枉啥物啊？包大人啊，这件代志一定是钱婉彤不满我将所有财产互阮金孙继承，所以毋才诬赖三宝花，想要害阮孙，我都全部继承我的财产啊！阿爹，我讲的拢是全部是事实的啦。你莫叫我阿爹，我无你这个后生啊！你这个囡仔心肝有够毒的，连你亲生的后生，你就敢甲陷害，你是毋是人啊你？我毋是人，嘛是你生的。你无听人咧讲，好静唔传，歹静不断。你即马是咧讲啥物笑话哈？阿爹，咱2个爸仔囝生有够共的啦。你为着要顾你的财产，连我这个亲生后生你都无爱。我为着要爱你的财产，连我家己的祖囝我都无爱。你讲啊，咱2个爸仔囝是毋是同款拢毋是人？这是你家己自作自受，你还阁想要诬赖对我才来？哼！你讲的无毋对，我是家己自作自受。啊，毋过我无赖你，我是连累你，我连累你将所有自家的财产拢送给别人啦！包大人啊！好啊！从我4万手发落来，到今仔日所看到的爸仔囝，都恁这对上界离谱。大人啊，我已经老啊，还阮孙钱多多，还阁遮尔啊细汉，你一定要替阮做主，唔好互阮钱家的财产互别人抢去啦！你放心，本官甲你担保，不管这个囡仔是毋是你的亲孙，以后你钱家的财产拢是伊的，任何一个人都抢袂去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三宝花啊，是毋是你偷换囡仔？无啦。哼，我看本官无同情，你是唔讲咯。来啊，来，甲扇200个嘴巴，扇到互伊老下海。等下，包大人啊，枉位啦，枉位吼，你吼自称是赛包公啦哈，迄鸡仔头鸡仔尾吼，大家拢学你讲你是一个清廉的好官哦。我想袂到吼，你嘛是一个屈打成招的垃圾官啦。啊，你敢骂本官是垃圾官？啊，你若毋是垃圾官吼，啊无你就证据摕出来啊，证明讲我有偷换囡仔啊。啊，你啊，可恶啊你！啊，若讲要提出证明哦，这毋就较简单。算你出运啊啦！今仔日土地公伯啊，专工要来甲你指点，安怎来证明这2个囡仔真正身份的方法啦？哦，真实的。当然嘛是真实的啊！啊！土地公伯，下官在所学欠，请你指点。包大人，大人讲你安尼遐尼有礼貌的职位上，我就教你一招智慧认亲的办法，来证明讲这囡仔到底是啥物人。智慧认亲啊，对啊！我哪会无想到这招？我就还未讲完，你是要想多一招？对哦，我请土地公伯你继续讲落去。是安尼啦，不管讲任何啥物人，只要伊若是亲爸囝、亲母囝，安尼血滴落去水的内面，只要若是亲的，迄血就拢总会结活来。假使若毋讲亲爸囝、亲母囝，血若滴落去，迄血绝对会离甲开，安尼就会当来证明讲，迄囡仔到底是啥物人。啊，对，
安尼我就来甲试看卖咧。来呀，准备一支针甲一碗清水来。是，嘿，免啦，这我早就替你准备好啊。啊，想问到你会晓做把戏啊？哈哈哈，搞。来啊！这碗水甲迄支针甲接起来。钱元贵啊，将迄个囡仔抱过来。来，这放下较接近。钱元头、蔡金宝，恁两个人，什么人要生气？我先来试。哎，你的花甲内面迄个花，哪会袂合做伙啊？阮食淡水我囝，当然袂合做伙啊。拢骗人的啦！什么智慧认亲，这根本就是骗人的啦，迄骗人的啦！你甲我顶去！蔡金宝，换你。是。哎呀，奇哉怪哉呀哈！哎，金宝，啊你的花甲内面迄块花哦，嘿，那合做就完啦！哈哈哈哈哈！啊你囡仔是你的囝无唔对，你的囝无唔对。你我囝。怎么你讲的？多谢。不敢动，不敢动。三宝花啊，你以后阁有啥物话通讲？大人啊，了命！三宝花啊，你也唔赶紧将士招来。好啊，我招啦。我吼承认讲，确实有影有甲因偷换囡仔。好，三宝花啊，你是听破？是。你贪多钱财，竟然做出一种伤天害理的代志出来，我判你10年的有期徒刑，100两的黄金不朽。钱元堂、钱金莲，代志，恁阿某叫人替恁换囡仔，虽然不应该，但是带念恁逼迫无奈，情有可原。而且事后恁也知影通悔改，不过就特别开写恁无罪，查某囝恁会用个保住。这100两的黄金，就互恁领倒转去饲查某囝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是像奶奶，我有甲好一个名啦，叫做宝贝呢。蔡金宝，是。这个囡仔已经证明是你的囡仔，你应该无条件保护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包大人啊，也既然钱多多唔是我的孙，也若安尼，我的财产是毋是会用免予伊啊？也亲像写遐证明，是毋是会使取消啊？这个要哪会用？我早就已经甲你讲，不管这个囡仔是毋是你的亲孙，你钱甲所有的财产，拢爱由伊来继承，什么人都袂用的反悔。蔡金宝，以后钱甲所有的财产，拢是这个囡仔，你将这张证明摕落。多谢大人。多谢大人。可怜哦，我什么货拢无，我什么货拢无啊啦！唉，白囝小钱，钱来钱去，钱到尾也是钱为别人的裤袋来。你想看觅，安尼敢有价值？呀，你毋是迄位土地公伯啊？你讲了对，伊就是土地公伯啊！啊！呀，你拄则讲的是啥物意思啊？钱元话，你将来捌家想过无？你捌家想讲，你的后生金元堂是安怎来遐尔不好？我当然嘛知影，伊是要爱我的钱，我若量早死，伊就会使量早得到啊。
以后你嘛只干那这个后生尔，以后你的财产尽万嘛是要分互伊。是讲伊是安怎？咱一直想讲要尽量早得到。迄唔遮简单，伊若较早摕到，就会当较早享受的啊。几百万，那是安尼讲起来，恁兜虽然家财万贯，啊，不过你伤过诞生，恁后生拢无享受到，安尼，伊当然嘛希望你较早死的。若讲你的家产，以我甲你估计起来啊，恁爸仔囝吼，坐咧食，倒咧放，三代人都用袂完啦。是安怎？你着去逼恁后生来甲你结的同款食青梅配豆乳的迄款生活？呀，你是咧讲什么笑话啊？勤俭劣质有啥物唔好？我安尼辛辛苦苦赚来的钱，敢讲要互伊开免惊死无？嘿嘿，几百万啊！你要开喙下嘴拢是你的钱好无？敢讲恁钱甲所有财产，啊，恁后生钱反动拢无甲你斗赚着。啊，都是安尼讲。若讲到钱啊，恁后生嘛是甲你斗赚着，也毋过啊，伊就无迄个权利通去甲享受着，所以吼，无怪啊，伊心肝内不满。是冤话，勤俭劣质这是真好的代志，也毋过啊，做人免去想过苦，想过当生，安尼就唔好啊。呀，若照你所讲的，阮爸仔囝的感情，唔着放水流去啊！袂啦，你放心啦，只要讲恁爸囝大家互相当体谅，互相当了解，我相信讲恁爸仔囝也阁有迄个机会通去过后半世天伦之乐。无机会，无机会啊！谁人讲无机会？你看。爹。恁转来要创啥？恁是要来看我善假可怜的模样是无？爹，我无迄意思啦。我今倒转来是专工要甲这100两摕倒转来行李的啦。爹，这本来就是你的钱，我即摆摕倒来行李，留咧做老本。呀，恁将这钱还我，呀，恁阿某以后咧？我还少年啊，以后阮家己的生活，阮家己会打拼啦，这你免烦恼啦。阿爹，慢慢来走啊。等一下啦，阮懂啊。咱爸仔囝，一个是半斤，一个是8两，拢同款歹啦。我看安尼好，咱搁从头开始来做爸仔囝。阿爹，来，起来！阿金老爷，金少爷，你出去啊！阮懂啊！咱即马厝内所有的物件，拢是因囝的，应该出去的是咱爸仔囝啦。金元华啊，莫安尼啦，阮今日来吼，是要向你这边证明啦。这啊，都阮翁仔某吼参详过啊啦。恁爸仔囝吼，今仔日会变到这个地步吼，因老家呢，总讲一句吼，就是因为钱受这个关系啦。所以吼，阮决定要将所有财产吼当行李啦，免你以后吼，阮爸仔囝甲恁同款钱啊伤济哦。哎呦，我都冤家路济哦。来，摕去。爹，你假是要丢，你假是要丢啦。这造型无代无志，哪会煞伫咧闹跑？哼，讲啊，即摆少年人哦，实在是愈来愈唔是款，话走就走。哎，敢毋是造型？唔正搞哦，搁来带起啦。好得进行啦！哎，造型啊，这位美女是？哎呦，看就知影这是天庭的仙女啊！哦，你骹手搁遐尔紧哦哈，拄则较闹跑尔，啊，是去天庭去拍着这仙女哦。唔是我去拍着啊，是伊介意我吼，家己为天庭下凡来找我，讲要嫁我，对无？造型啊，啊你带伊来看我，是讲要介绍伊甲我熟悉尔。
当然不止安尼尔啦，我是想要请你吼，替阮做证婚人。证婚人哦，这我敢有迄个资格？嘿嘿，当然嘛有啊！你年老岁多，有你替阮做福证哦，我就会当别条街喏，应该爱好啊！好啦好啦，我做恁的证婚人啦，也毋过哦，你也答应我一条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恁若成亲了哦，也踮恁客爸玉帝面头前哦，跟我讲几句好话，我较早先去做大官嘛。赵信啊，你拍这仙女哦是袂歹啦，也毋过可惜呢，有较破镜，声哦，佮查甫声咧。那有啦，是你老听唔对去啊啦。我看哦，毋是安尼哦。我的正神，好啊，你真够看啊，你真不够啊！你也敢冒着天地的仙女来要欺人我，哼，袂见笑。袂见笑是你啦。啊，拄则吼叫赵神替你讲好话，啊要求玉帝升你的官，我看哦，你想要升官，是敢要起笑去哦。你搁讲你？好，大家莫讲互相吐槽啊！来，好地正神啊，这孙悟空变做仙女来欺人你哦，你也无啥物歹意啊，你着大人莫生气啊！啊对啦，咱大家拢是好朋友啦。连讲哦，我再炸一担好酒哦，来甲你道歉啦，吼。啊好啦，大家若欢喜就好啊啦。也毋过哦，这鸟鼠仔丸哦，我袂用去无